利用在软角钓的钓竿当伫上打上涨提攀。不过，记到涨提攀会做嘛个呢？原来是5年的翻出去倒嘞。所以两只钓竿上涨，当然就会为到机钓嘛。软角钓的钓竿就涨到提攀，就会伫提攀当的入不当作地。和钓作好，总要发出下钓嘛，过来留去穿台。记得穿台高仓当铁片，让大部分的钓冇强浪。记得系钓类地图当罕见的日期豆腐剂。所以负责铺软土质的系钓竿，唔系钓妈。钓妈负责上卵就好，你钓上3到4只卵，就够本钓竿。了后，钓妈就会离开，到撇位以清皮仔肉提攀，做好地位钓竿来继续穿台。伫台湾，记录认为当好伫软角天然固性，最合尾就含记到软角钓，北京尾按照水质，和全台湾种水稻软角的就系台南。所以当然，ใน台湾软角钓分布最多的地方。不过因地啊，因为土地开发的关系，令台南的软角天越来越少，和软角钓少在当道做得固性的蔬菜，数量也越来越少。照2000年改良时的调查，全台湾出没到50只。好在后来，伫政府老民间的合作之下，伫台南的干天挖出一块15公顷的地来复育，途径算还蛮成功。照2005年的调查，总共发现到200只地，最少有850只的钓池伫掠位台。软角钓的钓池算做熟型的，一浮出来某几球。就做咧天然假巴，伫软角天然慢奶去侵蚀，记得好是嫩芽、嫩芽，水土的冲啊、细路、到重音。注意看，记得脚趾还没非常长，连长浮出来钓子，脚趾也冲有够猛。敢会认为记得专门伫软角天，或是其他破水的入不当背固性侵蚀，所以脚趾会冲，安因钓伫入不当背。暂会落到水土去。另外，软角钓的钓竿，咪系钓类图少数的好爸爸，差不多会吐7-8只礼拜，等钓子变做半台式、拉台类，才会离开钓竿，切架去脱离剩饭。不过伊无话到，安因钓竿就做得喊咯，无哦，所以翻出去还蛮过。两只钓竿又会开始下钓妈来继续上卵。继续穿台，谈讲一只钓妈，第一只翻出柜，最多是上过8只钓的卵，很辛苦哈。你看，这2只钓竿有伫个上涨提攀嘞，又变3只咯。